各位老友記，大家好！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下泰康之家入面專門為長者打造嘅智慧安全守護體系，俾大家喺呢度住得安心同埋家人放心嘅。首先咧，泰康之家係有7乘24小時唔間斷嘅智慧管家服務，覆蓋喺屋企周邊5米嘅範圍內。長者一開口就有服務，唔開心可以同佢哋傾偈解悶，唔舒服可以直接線上問醫生，真正做到足不出門，服務在線。更重要嘅係園區裏面咧係有全方位嘅安全守護措施。第一，園區咧有呢個緊急救援嘅網絡，從報警到消息傳達平均唔使5分鐘。2024年顯示超過99嘅緊急情況咧都得到一個專業嘅處理，唔使擔心冇人救。第二咧就係長者佢有2代嘅居民卡，呢一個咧就係我哋2代嘅居民卡啦。長按呢個掣就係 SOS， 咁我哋入門口用佢啦，餐廳消費亦都係用佢嘅消息推送計步數，喺園區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做到精準定位，安心每一秒。第三，園區咧佢仲有一個雙重保障，呢個智慧床墊咧可以實時監測到老友記嘅生命體徵，咁加埋 AI 攝像頭啊、毫米雷達，就可以長期咁樣守護到長者。再有我哋嘅團隊主動嘅關懷，數據咧係有跡可循嘅。喺泰康之家咧，唔單止有舒適嘅生活，更有全方位安全守護，令到各位安享晚年。你遠方嘅家人一定可以完全放心。記得點讚關注哦。